近期藥股成為市場熱炒股，多隻創新藥嘅股價飆升，背後係 GLP-1 類藥物等突破性療法嘅成功。不過啦，都有藥企因為臨床數據未達標或者產能嘅問題，令到股價受挫。呢波創新藥嘅熱潮係長期趨勢啊，定係短期泡沫呢？投資者又點樣看待醫藥板塊嘅機會同埋風險？大家好，我係節目主持 Yumi， 歡迎收睇小虎資訊情報科。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GLP-1 啦，佢係人體腸道自然分泌嘅一種荷爾蒙，主要功能包括調節血糖、增加飽足感、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等等。近年科學家成功開發出 GLP-1 受體速效劑，通過模擬呢種荷爾蒙嘅作用，俾藥物能夠同時治療糖尿病同埋肥胖症。正正就係呢項突破帶動住近期醫藥股強勢嘅表現。創新藥嘅崛起主要係受三大因素推動。第一，技術突破。GLP-1 藥物係近年最成功嘅創新藥之一。除咗用喺糖尿病治療，更加被譽為減肥神藥啊！另一方面啦，基因編輯技術開始進入臨床嘅階段，為罕見病治療帶嚟新嘅希望。第二，人口老化帶動需求。全球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，糖尿病、肥胖症、阿茲海默症等慢性嘅疾病患者人數都持續增加，加上大眾對於高質素醫療服務需求增加，都進一步推動創新藥市場嘅增長。第三，政策支持。美國加快審批程序，鼓勵創新藥嘅開發。中國亦都將生物製藥列為重點發展嘅產業，令到藥企研發嘅投入逐年遞增。各大藥企點樣喺市場競爭之中突圍而出呢？首先，商業能力決定成敗。創新藥研發成本極高，藥企必須具備強大嘅臨床開發同埋全球銷售網絡，同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同埋授權引入係行業嘅常態。建立完善嘅市場准入策略同定價能力都最為重要。至於全球嘅競爭格局，跨國藥企憑藉資金同埋技術嘅優勢，繼續主導高端市場。內地藥企就透過發展生物類似藥、專科藥物等，逐步提升競爭力。而新興市場都係兵家必爭之地，特別係東南亞同埋拉丁美洲等等。醫藥板塊要留意啲咩風險呢？第一，研發風險。創新藥從實驗室到上市，成功率都唔夠1成，臨床失敗嘅情況都常見㗎。而且 GLP-1 藥物競爭激烈，如果後續數據顯示藥物可能係引致肝毒性等等嘅問題，將會嚴重影響股價嘅表現㗎。第二，政策不確定性。藥價管制、醫保談判可能會壓縮企業嘅利潤，特別啦就要留意歐美同埋中國政策嘅變化。第三，估值過高。部分創新藥股嘅現價都已經反映咗未來幾年增長嘅預期，投資者要警惕回調嘅風險啦。雖然創新藥發展係長期嘅趨勢，但係短期波動都難以避免。投資者就要密切關注季度銷售數據、臨床進展、產能擴張等嘅指標，應該分散投資，避免過度集中喺單一嘅藥企。今集節目嚟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老虎證券嘅 YouTube channel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